但是你会觉得奇怪，啊，地狱无门呢？不好意思，你去造罪造恶，就罪恶把你拉到地狱里面去了。你也不用说哇，我要找地狱的人，不用。你说没有人，我也不用进去了，不用。那个罪呢，是你的损友，他会带你去你不喜欢去的地方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哦。我们要肯定哦。所以这些罪、这些恶都是从哪里而生呢？就是这些12业，就是从我们的身口意，就是我们的心口身，从我们身自身的一些恶的，不是我们拥有的，产生而出来。所以我们在想说，心里面有贪嗔痴心所产生的恶是贪嗔痴。贪嗔痴有没有听过？有贪嗔痴。那口呢，也有4恶，它叫什么？口两舌，其余恶口，还有嘞妄